深度陝西8天之旅，帶你領略中華文化嘅搖籃，旅程探索西安古都，感受兵馬俑嘅震撼，登上五岳之一嘅華山，一睹波浪谷丹霞地貌，乾坤灣壯麗風光。旅程中仲會品嘗地道美食，喺西安保證入住2萬國際品牌酒店。我哋出發啦！呢一個深度陝西之旅會喺香港直航西安，大約用5個鐘頭25分鐘，輕鬆舒適。旅程中我哋會坐國內旅遊巴，喺唔同嘅景區仲會包乘觀光車，仲會包埋乘坐索道前往華山。今次介紹西安嘅大唐不夜城，景點以盛唐為背景，佔地65萬平方米。呢一度嘅中軸景觀大道係一條1500米長嘅景觀步行街。沿途可以見到9組主題雕塑，樹立咗盛世帝王、歷史人物、英雄故事等嘅主題雕塑。既然係不夜城，夜晚成個地區都係色彩斑斕嘅彩燈同埋燈光 show， 造型精緻嘅花車，精彩嘅節目令人目不暇給。西岳廟又名為華岳廟，呢一個鮮為人知嘅古建築群係歷代帝王供奉西岳大帝少昊嘅廟宇。西岳廟佔地186畝，坐北朝南，對峙華山連峰。現存建築係明清嘅時候起嘅，距離而家已經有400幾年歷史啦。西岳廟嘅木結構建築配合石梁、石柱等部件組合而成，金色嘅琉璃瓦屋頂、拱斗上面嘅龍頭建築都體現咗歷代皇帝對西岳廟嘅尊重程度，所以西岳廟亦都有陝西故宮之稱。華山古稱為西岳，係中國有名嘅5岳名山之一。北魏地理學家酈道元對華山嘅描繪，其高5000仞，削成而4方，遠而觀之，又若花狀。古代花同埋華文字相通，華山個名就係源於花嘅形狀啦。華山以奇險著稱，有自古華山一條路之說。昔日若果要登上華山，只有從山下面嘅玉泉苑登山口開始，克服長程陡峭嘅山路。而呢一個景點，我哋就包乘坐索道前往華山，等你可以輕鬆到達北峰，欣賞華山壯麗風光。華山北峰海拔大約有1600米高，四面圓柱，上管景雲，下通地脈，巍然獨秀。華山上面景觀好多，之後會見到嘅係雲台峰，有名嘅智取華山故事就發生喺呢一度啦。繼續前進，我哋會到達華山天險蒼龍嶺，狹窄嘅山脊只有大約2尺幾咁闊，只係可以容納到1個人通過，兩旁萬丈深淵，親臨其境者無不嘆為觀止。今日就帶大家睇睇韓城嘅古城三廟。三廟指嘅就係文廟、東瀛廟、城隍廟。古城三廟各有特色。文廟係祭祀儒學創始人孔子嘅廟宇，東瀛廟前身就係城池駐軍嘅兵營，現有祭祀關羽嘅廟宇。城隍廟以前係祭祀城池守護神嘅廟宇，建於唐宋，規模非常宏偉。而家三廟連圍咗一體，就成為咗韓城市博物館。博物館佔地有8萬平方米。現有嘅藏品大約有6822件，中等級文物有183件，展現咗韓城地區嘅古風古韻。走入西莊鎮嘅黨家村，就令人仿佛好似穿越翻去古代一樣。黨家村建於元朝，已經有670年嘅歷史。相傳呢一度嘅村民大多係黨姓，有住獨特嘅家族文化，村莊因而得名。黨家村民居建築群保存完好，呢一度嘅四合院非常講究對稱美學，注重風水格局。院落入面有天井、廂房同埋正房，青磚灰瓦，雕花木門，散發住古樸嘅氣息。跟住帶大家睇一個規模龐大嘅古墓博物館——梁代村瑞國遺址博物館。2004年考古調查喺瑞國遺址發掘咗墓葬1300餘座，車馬坑64座。出土金、玉、銅器等珍貴文物，多件引人注目嘅1級珍貴文物，例如7頂六軌、梯形牌組配、玉件金鞘，文化特色十足。位於秦晉大峽谷入面，有一個被譽為黃河之心嘅景點——黃河湖口瀑布。由於黃河水攜帶住好多嘅泥沙，呢一度成為咗一個難得一見嘅金黃色瀑布。
每當湖口瀑布飛射，水流反覆咁樣衝擊岩石，就會產生巨大嘅聲響喺山谷回盪，水面就會好似萬古齊鳴，發出撼天驚雷嘅聲響。延安係中國革命嘅重要根據地，楊家嶺革命遺址就更加係極具代表性啦。楊家嶺革命遺址佔地2萬平方公尺，分為路北同埋路南兩個部分。路北係毛澤東、朱德等中央領導人嘅故居，而路南就係當年嘅中央大禮堂。7大就係喺呢一座禮堂入面召開，係中國發展史上面重要嘅里程碑。黃河自青藏高原而出，喺秦晉峽谷沿川段形成咗5個連續 S 型嘅大轉彎，猶如一條巨龍奔騰不息。呢一個就係世界地質奇觀黃河蛇曲地貌群啦。今日睇當中嘅黃河乾坤灣景區，景區由乾坤灣、仙人灣、喺家咀灣、清水灣組成，面積達到27.4平方公里，雄渾壯觀。天下黃河99度彎，最靚嘅莫過於乾坤灣。喺流經沙西河圍村同埋陝西伏二河村嘅時候，會形成一個大圓圈，彎度有320度以上，形似鋪展喺天地嘅太極陰陽圖，令人讚嘆不已。匯豐寨係一處天然嘅古寨，山寨東臨黃河，三面環水，係陝北現存比較早嘅軍事防禦工程之一。明代古人會利用封山天險去修築寨牆、寨門同埋哨樓等等。波浪谷又稱為靖邊紅砂岩峽谷，位於靖邊縣東南龍州鄉。呢一度嘅紅砂岩地貌，經過咗億萬年風沙同埋水流嘅侵蝕而形成，紅色砂岩形成咗波浪般嘅紋理，猶如大地嘅年輪，係媲美美國羚羊谷嘅丹霞奇觀。玻璃棧道係入園遊覽嘅捷徑，亦都係波浪谷嘅景點。成個玻璃棧道全長340米，高低落差達到75米之高。行喺透明嘅棧道上面，俯瞰波浪谷磅礴嘅紅色熱浪，下面係深不見底嘅峽谷，感覺既刺激又驚險。火焰丹霞係最早發現龍州丹霞地形之地，呢一個區域嘅紅砂岩色澤鮮豔，遠睇好似火焰山一樣，因而得名。下一個睇嘅奇幻景點赤壁丹霞，呢一個景點嘅峽谷分為南北兩側，北側係高8米嘅紅岩絕壁，南側係黃土高原地貌，行走期間俾人帶嚟2種唔同嘅視覺衝擊。跟住睇嘅景觀地心丹霞係由陸上伸延到地心而構成，經過漫長風蝕、水蝕嘅作用，構成咗中環交錯嘅溝壑地形，美輪美奐，令人想一睇再睇。金泉大峽谷係屬於陝北獨一無二嘅地質美景，由樺樹溝、花炮溝、龍巴溝、牡丹溝等嘅景點組成。其中以樺樹溝景觀最為出眾，被專家稱為黃土高原自然地縫奇觀。大峽谷源於幾億萬年前一場強烈嘅地震，黃山大土分開咗一條大裂縫，經過幾百年雨水沖刷，就形成咗呢一個峽谷嘅地貌。谷壁看似輕柔，實質非常堅硬，岩石嘅表面好似俾人精心打磨過，陽光就可以喺峽谷嘅頂部進入，幻化出奇妙嘅金色。峽壁凹凸不平，線條流暢，如同波浪喺你身邊劃過一樣。今日我哋會去睇被譽為世界第8大奇蹟秦始皇兵馬俑博物館。傳聞中秦始皇13歲即位就開始建造一個陵園，而兵馬俑就係陵園嘅守衛者。修築時間長達38年，使用人力72萬，工程浩大。千人千面嘅兵俑神態生動，排列整齊有序。跟住落嚟會睇到博物館鎮館之寶跪蛇俑。跪蛇俑出土於2號坑嘅東部，同立蛇俑組成老兵軍陣，係保存得最完好嘅陶俑之一，未經人工修復。旅程中我哋會品嘗到地道風味美食，韓城風味、氣鍋雞、陝北小食、褲帶麵等嘅風味等，大飽口福。5鑽旅行團住宿方面就當然有保證啦。喺西安我哋會入住國際品牌西安浐灞喜來登酒店，酒店毗鄰西安國際會展中心，交通4通8達，舒適嘅客房，等你可以享受放鬆休憩嘅住宿體驗。喺華山我哋會入住國際品牌華山諾富特酒店，由法國雅高酒店集團管理。酒店位於華陰市中心，離西岳廟景區華山遊客中心只係5分鐘嘅車程。
交通便利，酒店房間寬敞，設施齊全。喺韓城，我哋會入住韓城文淵閣酒店，酒店鄰近韓城市古城隍廟巷，韓城博物館僅在咫尺，交通便捷，擁有100幾間豪華嘅舒適客房，每個房間光線通透，舒適合宜。喺延安，我哋會入住延安萬達嘉華酒店，酒店位於萬達城內嘅方塔湖畔，同延安紅街隔岸相望，地理位置優越。靖邊，我哋會入住靖邊美倫酒店，酒店坐落於靖邊縣長城路南段，酒店周邊嘅餐飲娛樂齊全，交通便利。酒店以輕奢理念設計，房間係原生態木嘅基調，優雅舒適。睇完呢一個深度陝西8天之旅，旅程可以飽覽陝西嘅美麗自然風光，走遍重量級嘅歷史景點，近距離睇兵馬俑等嘅歷史文物，仲可以品嘗到特色美食。西安仲會入住2萬國際品牌酒店，想親身感受，即刻上永安旅遊網站 App 分行或者打去熱線中心報名預訂啦。